第58届金钟奖的入围名单今下晡来公布咯。这摆这金钟奖跳脱到传统电视的范围，网络节目也通好参与。公司台记台有4项入围，有电视、电影节目，这拢总有。你先过来。公司台记台台语有影品牌当中的阿波罗男孩是描写自闭症患者的议题。戏剧当中的演员丹吴是入围第58届金钟奖的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配角奖。甲丹有竞争同一个奖的入围者，阁有拄宣布要做过台面副手的演员，演人选之人的赖贝霞。也那公司台记台除了阿波罗男孩，阁有入围未少奖项，伫自然科学甲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无输100岁的主持人林定武，阁有大港的台湾的主持人张耀仁拢入围。儿童节目奖的部分，台记台、国民台、客家电视台甲公司合作的哇哇哇也入围。特别今年我们其实也慢慢发现有很多的网络的节目出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事，就不再把电视作为里面的，而是所谓的泛指所有的影音。另外，外界也关心政治阵马的Me Too性骚扰风波，有侪艺人拢牵涉在内，敢有影响到评审的考量？我们这里并没有特别拿出来讨论如何去定调这个事情，评审并没有特别去说明，还是说定规矩。我们反而是当投票的时候，才发现很有默契的，就是每个人是做这样子的选择，正反都有。各种意见都会被提出来，我们大家有各自的看法。那提出来之后，大家互相去讨论，讨论完以后就回到自己，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专业。文化部表示，第58届金钟奖戏剧类计共有1155件作品报名，节目类有927件。经过2个多月的讨论，计共选出200多个作品，要争取48个奖项。节目类、戏剧类的颁奖典礼会分开，分别伫10月20甲21举办。记者郭文亮随台北报道。